来看屏东车城恒春这乡镇最近发现真侪残这草հետ麻走入去社区，甲这草հետ麻掠来验了后，发现讲因拢有小狗病。县政府赶紧呼吁民众甲厝内面的这猫仔狗仔呢，带来注小狗病疫苗。目前去治疗这小狗病野生动物，拢是浅山动物，甲会接触到咱厝内面的这狗仔、猫仔甲人。兽医也呼吁讲，就要主动甲这宠物带来住。 手头一直夹条的唔放，屏东茶城2月29有草青麻入侵民家，而且有攻击行为。经过防疫所列去检测，竟然小狗病阳性，是茶城头一例。据之前在恒春、狮子、牡丹，还有满洲这边全部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，尤其是幼獾都是狂犬病的阳性。民众带厝内的宠物狗仔来注疫苗，为今年初开始，屏东几条的乡镇的野生动物有验出小狗病，县政府加开疫苗注射来因应，都惊猫仔狗仔也是民众，和有小狗病的野生动物家着也是绕着伤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户外都是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小孩因为现在有时候。 流浪狗啊，有流浪猫也是会攻击人啊。小狗病是人畜共同传染病，大部分哺乳动物会去围着，破病了后死亡率是100%。去年初小狗病为北探到苗栗这个所在，虽然主要是草青麻啊，不过因为浅山动物较会接触到流浪狗、猫啊，也是进入社区，兽医认为应该提高警觉。 比例超过70%以上，就有群体免疫的效果在里面。现在碰到的问题是，他们的警觉性比较没有那么高，有很多在山区的狗猫，甚至有些家犬都不带出来打预防针。防疫所提醒，厝内的猫仔狗仔必须当年注疫苗，安尼无会当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3至15万的罚款。兽医嘛呼吁，政府应该提供疫苗给兽医也是宠物美容工作者，确保高风险族群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